1999，您好，地信阳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唔好，常相約，當歡喜為您服務。1999唔好，常相約，當歡喜為您服務。小姐，我家附近的路燈壞掉了。小姐，我家附近那個路燈壞掉了。小姐，我家附近那個路燈壞掉了，晚上都看不到路呢。俺不頭都命唔到路來行呢。俺不頭都命唔到路來行呢。不好意思，雖然人說人無事事好，月無夜夜明。是哩哦。雖然人講日無事事好，夜無夜夜明。是哩哦。雖然人講日無事事好，夜無夜夜明，還是要快快反應。唔過我還係愛夾夾反應。好的，這邊馬上為您反應。好，一邊飲是邊反應。先生，您貴姓？先生，請問桑香。我姓張。矮香總。張先生您好。張先生好。請問一下地址在哪裡？請問一下你嘅地址喺哪邊？在享學街跟樂學街的交叉路口，喺享學街同樂學街嘅交叉路口。請問是一盞而已？請問係一排聽聽？還是有多盞都沒亮？也係要當多排都唔會錯？一盞而已，一排聽聽啊。好的，幫您記錄一盞。好，統計了一排。請問有看到他的路燈編號嗎？請問有看到佢嘅路燈編號嗎？我看一下。好的。我看一下哦。好。上面編號是1、2、3、4、5。但嗰個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但嗰個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請問路燈是 LED 燈還是黃光燈泡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。請問路燈係 LED 嘅，也係黃光嘅天氣位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。請問路燈係 LED 嘅，也係黃光嘅天氣位呢？LED 燈。好的，沒問題。LED 嘅天氣位。好，冇問題。LED 嘅天氣位。好，冇問題。張先生，方便留下您的聯絡電話嗎？張先生，做得留下我嘅聯絡電話嗎？我的電話是0123。0123。我嘅電話係0123。0123。我嘅電話係0123。0123。4、5、6、7、8、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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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跟張先生核對一下，同張先生核對一下。
同张先生核对一下，您反映的想学街跟乐学街的交叉路口，反映嘅係育學街同樂學街嘅交叉路口。反映嘅係育學街同樂學街嘅交叉路口。有一盏 LED 的路灯壞掉，路燈編號是1、2、3、4、5。有一排 LED 嘅路燈壞掉，路燈編號1、2、3、4、5。有一排 LED 嘅路燈壞掉，路燈編號1、2、3、4、5。張先生的聯絡電話是0123-456-789。張先生嘅聯絡電話係0123-456-789。張先生嘅聯絡電話係0123-456-789。沒錯，冇錯，冇錯。請問修復好之後，需要發簡訊跟您回復嗎？請問賬號過後，會發簡訊回復唔嗎？請問賬號過後，會發簡訊回復唔嗎？不用特別回復，謝謝你。是特別回復啦，按字寫哦。是特別回復啦，按字寫哦。提醒您，我們會將您的聯絡電話給相關單位人員，而同講以上，我哋會將您嘅聯絡電話轉俾相關單位嘅人員，而同講以上，我哋會將您嘅聯絡電話轉俾相關單位嘅人員。如果有特殊狀況，會與您聯繫。那係有特殊狀況會同聯絡，那係有特殊狀況會同聯絡。您需要這項案件編號嗎？好的，麻煩你提供給我。我也在案件嘅編號嗎？好啊，麻煩提供俾我。我也在案件嘅編號嗎？好啊，麻煩提供俾我。張先生，再麻煩您記一下，案件編號是 B1234556。張先生，咁麻煩你記一下，案件編號係 B1234556。張先生，咁麻煩你記一下，案件編號係 B1234556。哦，B1234556。哦，B1234556。哦，B1234556。請問還有其他市政業務可以為您服務嗎？沒有了，小姐，麻煩你。請問還有別項市政業務兒童服務嘅嗎？哦，冇咧，小姐，麻煩你哦。請問還有別項市政業務兒童服務嘅嗎？哦，冇咧，小姐，麻煩你哦。謝謝您，祝您有個美好的一天。安子 say， 總有法律嘅意義。安子 say， 總有法律嘅意義。